来看高雄桃园区的美兰部落唯一对外高空苏阿基吊桥，5月开始封桥征收。也毋过因为临时的变道和大雨冲歹去，所以吊桥又搁开放使用。前几日有一台沙石车超载，造成7成的桥面弄损断去。民众骑奥多摆过桥，海悬海低是真危险。管民会嘛表示讲会赶紧先甲变桥来修理好势，互民众使用。这是唯一一条部落进出的道路。空车3吨半货车驶过桃园区美兰部落的苏阿基吊桥，因为桥面更帮有损断，规台车都安尼对咧海悬海低，有的铁棒已经到甲翘起来，阁有几落搭已经拆落。不过部落居民无选择，驶车骑车的道啊路，用行的都换扶手稳稳啊行，因为这是因出入的唯一道路。你看这个桥，整个都是凹凸不平，摩托车过都很不好过。我们上课、上班，甚至看病的都需要使用这条吊桥，所以如果能够更完善的把这条吊桥做得更好，甚至是有没有办法把这座吊桥改成水泥桥，我相信对部落来说应该都是非常好的。民众讲桥的两边拢是住户，出入拢靠这板桥，原地使用路权接维修都互因真困扰啊。14搁去互超载沙石车搞一个害愈惨。原民会讲，吊桥伫5月开始征收，因为临时变道去互大水冲害去，所以征收的期间搁爱开放互民众行，才会进度变慢。16甲公所紧急会勘了后，会赶紧征收，而且先抢通变道，互民众通行。在这个礼拜5开始，我们会采取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的这段时间，道路封闭来加紧的来进行这个工程。原民会表示，日时的时间期间车辆袂当过，人的部分是改可通行，你暗时是无限制。针对沙石车造成桥面损断的部分，后续也会向事主要求赔偿。记者柯家族副交用高雄场报道。